今日祝愿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7月初7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，耶利米书第8章第4节到13节，使徒行传19章28节到4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罪甲法。罪甲法是对咧行的两项代志。有罪就有法。对于法治国家，还是讲这个制度来角度来看，罪的法的前提就是有罪啦吼。有人讲耶稣甲迄个带来到伊面前还甘愿的妇人人，迄个妇人人是无罪，但事实上，迄位妇人人呢是有罪，因为耶稣基督甲伊讲，我嘛无要定你的罪。毋通搁犯罪。中文看袂出这两字的差别啦吼，但是伫英文的翻译中间是安尼写吼。Then neither do I condemn you, Jesus declared. Go now and live your life of sin. 和本的翻译是讲sin no more。耶稣基督讲，我嘛无要定对你的处罚啦吼，但是毋通搁犯罪，因为罪却无有处罚。伫信仰上，咱称做这是赦免的恩典。所以耶利米先知讲到人犯罪，应该着爱反悔，行毋对路，应该着爱回头。耶利米书第8章第4节到13节。上主吩咐我对伊的子民讲：人跋倒，兼无要爬起来，兼行毋对路，兼毋免活倒转。恁遮的耶路撒冷人啊，是安怎？恁一个对我不忠，就一直背叛我。恁若固执爱欺骗，毋肯反悔。我注意甲因听，因拢无讲实话，无人为着家己所做的歹事反省讲，我哪会做即款代志？因逐个人拢捨去行家己的路，亲像战马冲入去伫战场，空中的河知影照季节前线，放甲影甲雁。嘛拢知照时间来刷位，我的子民竟然毋捌上主的命令。恁哪会讲阮是有智慧的人，阮有上主的律法？其实律法教师已经用因白册的文笔歪曲律法的意思。遐个有智慧的人会拄着见效，会惊吓，会受审判，因弃杀上主的话。哪有什么智慧？所以我要将因的某互别人，因的残园互人占去。因对上卑微到伫上有权势，拢孝受不义之财，连先知甲祭司拢惊干贵。我的子民受到伤害，因拢无要紧。因讲平安无事，平安无事，因会亲像别个国的人互相对敌刣死。我甲因刑罚，因会完全毁灭。上主安尼宣布，我要互因拢无收成，葡萄树无生葡萄，无花果树无结无花果，树叶拢焦去，我互因的拢无去啦。上主安尼宣布啊！圣经中对罪的观念是安尼，是因为人对上帝却无法度明白上帝的目标，无法度下着恶红心。这种的信仰称作罪。外邦人搁较免讲，因可能因为毋捌上帝，无行伫上帝的道路，也有可能无愿意听先知的劝解，或者是讲做因所要做的代志，拒绝上帝的恩典。以弗所第
地方的人就是安尼，因无愿意接受保罗所带来的改变。事实上是因为因烦恼家己的利益受到损失。伫使徒行传19章28节到41节记载着安尼讲，群众一个听到这话，非常受气，大声发：耶路撒冷的阿底米真伟大！全城拢乱起来。众人听保罗的谈判，马其顿人加油甲阿里达古规定做一个冲入去剧场。保罗想要入去群众内面，毋过门徒甲伊阻止。有几内亚细亚省的官员是保罗的朋友，嘛找人去劝保罗毋通入去剧场。于是规个会场乱吵吵，一人喊一项，大部分的人毋知因是安怎地组织。中间有人将扰乱的责任归予亚历山大，因为犹太人甲伊带出去头前，亚历山大就比手势叫因安静，想要甲因辩明。因一认出伊是犹太人，就拢齐声发：以弗所人的阿底米真伟大！安尼直发2点钟久，因的城的司机官和群众拢安静了后讲：以弗所人啊，啥人毋知以弗所城是伟大阿底米庙，甲对天落落来的迄块圣石的守护者？既然无人会当否认这个代志，恁应该安静，毋通冲动。恁拖这的人来遮，毋过因并无抢寺庙，嘛无亵渎咱的女神。底米特甲伊的师傅若要控告有规定的日子，甲主持诉讼的官长，因通提出告诉。恁若有其他的要求，通伫定期的会议来解决。今日所发生的代志，行了，互人追究责任。佮对这款的混乱，咱嘛提袂出理由来通辩解。讲这话了后，伊就宣布散会。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。你的手创造我，捏造我，求你使我智慧通学习你的诫命。敬畏你的人会看见我来欢喜，因为我仰望你的话。上主啊，我知你的判断公正，你有照你的信息管教我，求你照你的仆人的应允，用你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爱临到我，互我通活，因为你的律法是我的意爱。愿骄傲的人失败见效，因为因无理由冤屈我。毋过我要哪念哪想你的律例，愿敬畏你、入捌你教示的人，倒转来接纳我。愿我全心遵守你的规律，互我袂抵到失败见效。感谢上帝透过圣经，互阮明白，阮是软弱有罪，求主帮助阮，会通靠主来得胜。将阮的眼目来向着上帝，来成做忠心、良善、佮有管理教会恩赐的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